日前有案例传出，伫咧住院疫苗了后有出现血角的状况。基美核中心透过这个机会来甲大家提醒：如果有咧定期使用抗凝血药物的民众，到病院看医生的时阵，请一定要主动来甲医师表示，因为如果平常时有咧使用，或咧跟动的时间可能会较长。反之，长期有咧服用的民众，若家己停药的话，就可能会造成血角的风险。透过主动告知来，互医师得到完整的资讯，互医师做出上正确的判断。口服抗凝血剂在使用这些药物的病人本身的出血风险就比一般病人来得大。如果停药天数的异常，举例来说，如果在术前停药天数过久，会使病人暴露在栓塞风险之下，比如说病人有可能中风的风险会增加。那如果停药天数过短，会使得病人在术中出血风险会增加，也有可能危及病人的生命。因此，好好的配合医疗团队来正确的停用药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议题。基美核中心为着要互患者来看医生的时阵，搁较侪保障。伫咧110年4月9号，针对有咧食抗凝血药物的患者，透过系统来做记录，定期伫系统上会当透过医师甲药师的团队来做伙注意。如果有要手术的患者，加一站的把关，同时会当互医师搁较掌握手术的前后，什么时阵爱食药还是停药的评估。台南新闻因跟刘品言采访报道。